属狗2025年1月29日，三个教会新春礼拜。大圣，咱来听读圣经，腓立比书第2章第1节到第5节。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，既然恁对伊的疼有得到安慰，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，既然恁有经验上帝的慈悲怜悯，恁就有相款的心志、相款的疼心、和谐的感情、一致的想法，通互我充满欢喜。毋通自私自利，嘛毋通追求虚荣，反倒着谦逊的心，看别人比家己较敖。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，嘛着顾别人的代志。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新年恭喜！耶稣疼我，耶稣嘛疼你。农历旧的新年已经结束，咱进入蛇年，也就是小龙年。蛇伫圣经中，因为创世记有讲魔鬼化身做蛇引诱始祖犯罪，所以蛇就受咒诅，用腹肚行路，一生食土粉。搁伫启示录也称撒旦是古蛇，所以蛇也受有名化，称作是邪恶的象征，是魔鬼撒旦的代名词。毋过，上帝伫旷野捌吩咐摩西做一尾铜蛇，互囝仔互火蛇咬着的，仰望铜蛇就通得到医好。铜蛇也称作上帝医治恩典的记号。若是最后所甲咱讲，着灵巧亲像蛇，蛇也称作智慧甲灵活、敖变巧的形容词。伫咱中间也有农历蛇年生肖的兄弟，原因有最后所讲灵巧、智慧以及铜蛇的心志，互人因为看到你就通领受上帝救恩，诚做带生命福气互人的人。过一年已经结束，已经过去，毋知你伫一年前所下主要的愿望有达成几项，也有甚物是无达成的。我伫旧年有下一个愿，就是要甲每日圣言讲继续翻译做台语录音做影片，搁做一段时间。感谢主，这个愿望我有完成。我嘛期待搁录制1年半，满4年拄好，甲一本圣经读一轮的灵修课程做一个结束。了后才搁看上帝带领。当然，我也有一个真大的遗憾，就是教会直刊想要开始做，却也无任何的新的进度。这也影响一寡相当相关的这个工作的进度。这中间当然有一寡是插入来的工课，爱大圣优先处理，亲像甲这个1964年旧圣诗处理做影片，2021年版的现代台语圣经录音做影片，规划已经完成，新约还咧进行中。这拢是爱先处理后续的工具。当然，感谢主，伫旧年我的后生新妇婚事也已经完成，也有阮进入做大家官，开始人生新的一个阶段的生活。当上帝互你、互我、互咱有一个新的年，也伫这个新的一年、新的开始，毋知你有甚物是主要的心愿，伫今年想要做、想要达成的。圣经箴言第2章50到60节教示咱讲，着专心倚靠上主，毋通倚靠家己的聪明。
伫你一切的所做，拢着尊重伊，伊会指点你的路。上帝互咱有聪明才智，也互咱会晓计划甲执行。总是咱也真想要互咱的人生的存款，毋管是健康、事业、工作、爱情、婚姻、家庭，也是财富、人际关系等等，拢会当圆满。咱的箴言就是教咱，上帝是第一优先的，伊是质，其他一切就是零。咱若甲上帝放踮伫人生的第一位，专心倚靠上主伫伊一切所做拢尊重伊，咱的人生的存款就是伫伊的后面会当有济零的存款。若咱是甲上帝放伫落尾位，安尼毋管咱有偌济的零，终其尾人生的存款所存也极其有限。这也就是咱做一个基督徒，咱爱体认的功课甲事实。伫今年新春礼拜，甲咱做伙来分享的经文是《腓立比书》第2章1节到5节。保罗先生讲，咱伫甲基督圣神、天父三一上帝有亲密的关系，伫基督耶稣必然有得到激励，对基督耶稣的疼有得到安慰，也甲圣神有团契，也经验到上帝的慈悲怜悯。原本保罗伫还未认捌耶稣，也未信耶稣以前，伊认为信耶稣是异端邪教，就大力迫害基督徒甲教会。总是当伊拄到国外的主，伊的性命改变，也有圣神充满，重新入捌上帝。伊毋但诚做虔诚耶稣基督的信徒，也诚做一个视死如归福音的车使，世界传扬基督甲主的十字架。保罗讲，咱若有真实认捌主，深刻经验三一上帝的美妙信仰带互咱的激励、安慰、团契、慈悲甲怜悯，咱的生命就需要换新改变。过去伫罪甲黑暗的捆绑中间，无搁意爱罪中之乐甲黑暗的行做，但踮伫基督诚做新创造人，是诚做圣洁、诚做上帝光明的儿女，凡事是要得上帝的欢喜。信主的人无可能咱一支骹徛伫天堂，另外一支骹离开伊世间甲地狱离袂开。主耶稣甲因讲，无人会当服侍两个主人，伊若毋是怨恨即个疼迄个，就是看重即个看轻迄个。雅各书第4章第4节讲，敢毋知甲世间做朋友，就是甲上帝做对敌。咱只有完完全全亲近上帝，上帝才会亲近咱。因为上帝是圣洁公义的上帝，只有圣洁才会堪得伫上帝面前互师敬拜。保罗讲，伊最大的欢喜，就是伫教会内，大家有相款的心志、相款的疼心、和谐的感情、一致的想法。毋过，咱会想讲，咱每一个人人生拢无共款，就算是上一家的人，也真好有相款的心志、相款的疼心、和谐的感情甲一致的想法。保罗伫遮咧讲，敢袂伤过头天真？这根本无可能的代志。当然，在人袂，毋过伫上帝凡事拢会。因为伫教会中，伫共同的信仰甲实践，咱若有共同的目标，就会有相款的心志；若有共同的关心，咱也有相款的疼心；若有合一的行动，
也会有和谐的感情，阁有合作的共识，就当有一致的想法。不如继续用三个，着安怎来讲起，做基督徒着爱互生命改变换新，带来新的人生。第一个就是讲，咱爱有谦逊的心。不如讲，毋通自私自利，嘛毋通追求虚荣。一般人活伫世间，大先考虑的是家己的利益。若是自私自利的人，就完全干那咧为家己。像主耶稣伫譬如中间捌讲过，有一个好业人，伊真后趁钱，佮真后经营伊的财产，伊是一个大地主。伊家己认为会当真正享受人生，互灵魂清闲。毋过上帝却甲伊讲，伊是一个无永生望的戆人。一般人也认真追求俗世的虚荣，偏颇家己偌敖拄偌敖，佮真爱挂真侪头衔，佮怎样甲遮个政商名流有交际等等。人嘛真爱比较甲计较，看悬无看低，欺贫嫌善。若是不如讲，咱做一个基督徒了后，就是爱生命改变，无搁成做一个自私自利、追求虚荣的人。反正着有谦逊的心，也就是看别人比家己较敖。爱比较甲计较的人，看别人比家己较敖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毋过对一个生命互主耶稣改变互圣神更新的人来讲，伊会晓欣赏别人、学了别人、肯定别人、疼惜别人。雅各书第4章第20讲，上帝敌对骄傲的人，施恩互谦卑的人。真做谦卑的人，就是领受上帝所赐的恩典甲福气。第二，不如讲，咱着爱顾别人的代志，着顾别人的利益。当基督徒会晓看别人比家己较敖的时，就会进一步会晓替别人设想，无搁只有顾家己的代志，也会考虑别人的需要。公众的利益也是福利，无论伫家庭、教会、伫社会甲任何团体中，一个无干那顾家己代志，也会晓关心别人代志，伫公共的福祉的人，总是会受人欢迎，佮学了较济。这也是伫实践圣经所教示，疼人亲像家己的道理。这道理真简单，也容易做。加为别人设想，其实也是为着家己伫做设想。我伫咱教会来时，第一项来想到建筑物的改善，就是咧拜堂铺设即个斜坡道。虽然伫公共建筑，咱所做毋是标准合格的即个斜坡道，毋过至少也改善老大人出入礼拜堂悬低歹行的问题。3年前，咱教会伫咧改建便所甲教育馆、牧师馆中间的埕，我也甲中职做努力，也甲营造厂的头家沟通，尽量满足大家的需要。啥时阵也有即个无障碍的便所，便所甲埕相接的涂骹，即个粗度、平度也差不多有符合伫公共场所的标准要求。人总是会老，也是有行动不便的时，加为别人来设想关心伫别人，其实家己也受到利益。第三，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。
一般人无拄拄拢是基督徒，咱也通看到有的人有谦逊的心，会晓看别人比家己较敖，也有一般人也真敖顾别人的代志，无论是做志工、义工、做公职、参与伫公共事务遮个公益团体等等，这拢会当做到。毋过做一个基督徒，搁较爱进一步，就是爱有基督耶稣的心志。亲像保罗讲的，现在活着无搁再是家己得活，是为着主得活。活就是基督，死就得利益有福。基督耶稣的心志，就是道成肉体，取奴仆的形象，成做人，也通过十字架甲告活来完成天父上帝救世旨意。每一摆当咱咧领受主的圣餐，主日牧师拢会讲，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是纪念主，行安尼来纪念伊。真实守主的圣餐，毋若是干食主的饼、啉主的杯，也着爱有基督耶稣的心志来实行主的旨意，也十字架来跟对主，这才是真实的圣餐，真实的纪念主。差不多伫20几年前，教会圈捌流行一个手环甲相关的产品，叫做 WDZS， 就是讲What did Jesus say？ 到底耶稣咧讲啥物？这提醒咱做一个基督徒，伫每一遍当咱要讲一句话、做一项代志时，咱爱先想看觅。若是咱的主耶稣，伊会安怎讲、安怎做？我想，当咱若认真读圣经，将上帝话记牢伫咱的心肝底，阁有灵修的好习惯，自然圣神也会时常提醒咱爱安怎讲、安怎做，互咱有基督耶稣的心志。新春3愿，咱做伙来默想。今仔日新春3愿第一个咧讲到，爱有谦逊的心，着有谦逊的心，看别人比家己较敖，着有谦逊的心，看别人比家己较敖。第二，着顾别人的代志，着顾别人的代志。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，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。第三，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，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，只有求荣耀父上帝。伫安静默想的后面，也请你将你今年主要的心愿摆咧伫主的面前。求主引带带领，愿一切荣光上帝，也有人因为你得到上帝的祝福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伫你面前感谢你，享受一个新的年，伫阮今仔日开始，互阮进入一个农历的小龙年，互阮也会当有主你所讲。灵卡亲像蛇，即款对你来的智慧，也互阮伫即个新的一年，阮的日子就是要有谦逊的心，也顾别人的代志，阁有主你的心志，互阮看别人比家己较敖，也毋干那顾家己的代志，互阮也只有求。荣耀父上帝，献上恳求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，愿伫教会，甲伫基督耶稣，荣光归到万世，代代无煞，阿免。